讲到高雄大拿埔千村安置计划对2016年到今7年的时间，对要起社会主体讲甲土地一平换一平，行政院昨是搁再核定要甲千村的经费增加到800亿。不过，居民认为政府应该先讲清楚，这经费到底是要用在哪里，这居住权才会受到保障。上百支烟筒，和石化工厂围起来，高雄小港大拿埔千村安置计划对2016年到今争论7档，行政院12月初4核定甲经费对589亿增加到800亿。我们除了在津贴补助再提升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说，我们的社会住宅原来有250户的新建计划，那我们在最后一次，我们再增加了500户。就算政府发起社会主体需要自享土地一平换一平，不过厝登起有缘爱开费用，若需要贷款买厝或是起厝，多数长辈恐惊无通负担。里长认为政府应该讲清楚增加经费用伫倒位。袂使有负债啦，也是讲吼，你袂使讲负债排收过济，这个串厝是9位呢。我本地是起了20平，你迄家存12平徛呢。市府表示，加210亿主要是用伫咧调升地上无专线中间计销补偿费，计划达到计无30万的促进搬迁奖励金。不过里面拄到的困难唔难安置。伫遐个一支烟筒上大支，迄个焚化炉迄支个伫遐。你甲大拿埔是污染的西区嘛？你若讲是污染的西区，你甲迁去东区，那我还要迁个屁啦！大拿埔长期受到空气污染，千村计划今年经过400个公听会，期间里面嘛发起不少认真抗议，希望千村顺利。高雄市府12月初5下晡召开记者会，说明千村安置计划。记者高雄报道。